这个这样，这个电这里，电先打开，然后这个把它油把它打开，油打开啊，风门打开这样。放这个啊、哦，这个是黑的。鸡粪肥，嗯，那个也要吃嘛？不建议。这个就看起来就像土一样了。这是晒干的。哦，他不穿鞋子，看到吗？对，危险你！一个危险了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然后没有好高，是哪一个？可以种菜，当然可以啊。很软，松软。
你知道就这样插下去。哦，这边最起，这边都没有。这边拉不动。哇，中间。哦，用这个盖帽子给它盖起来。不是这个要在这里，哎，对，对，这上面这个要在这个的上面，好，这个你把它压下去，我压不下去，过来，把它压进去一点，哎，对，要扣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还有两个哦，我这还发现。土凉凉的感觉就不错，不过这个有点靠近这个水带啊，靠近水带会不会有点太湿？这个番茄不喜欢湿啊。哦，漂亮的月亮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种什么？青花笋，青花笋在那边，这个青花笋，嗯，这一些整个是青，对，然后我们有那个番茄，然后也有这个洋葱80克。洋葱洋葱，洋葱吃到吐，然后高丽菜高丽菜，啊，累死了，我们给我工作到那么晚，月亮都出来天了。暗了，对，还没浇水，还没浇水，要来浇水。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希望会成功再见，拜拜。下个礼拜再看吧。嗯。好。